頭髮甩到驚，市面上咁多種方法，邊種先最啱自己？30秒拆解3種最常見嘅處理方法。浴髮洗頭水就最方便，可以喺屋企日日用嚟保養。用何首烏、日本槐花萃取呢類成分嚟養住毛囊，但洗頭水只係日常護理，喺你頭皮1-2分鐘就上新髮，你覺得呢？植髮就係確定性高，喺手術後嘅第8個月到3到5年嗰個位都會有頭髮，但係價錢就可以爭好遠，由1萬到幾十萬都有。越平嘅儀器造成嘅傷口就會越大，存活率亦都越低。同埋，如果脫髮嘅根源冇解決，伸直上去嘅頭髮一樣會再甩㗎。愛彼睇頭皮護理就係最新嘅細胞信號療法，用納米級嘅信號蛋白將毛囊由休止期恢復到生長期。缺點就係好似健身同做 facial 咁要長時間處理。另外，唔同來源嘅愛彼睇效果都會分別好大。最後，如果毛囊已經完全壞死，佢都幫唔到手㗎。記住呢個公式：如果毛囊未死，頭髮只係越嚟越幼、越嚟越弱。用浴髮洗頭水，每日聆聽，將愛彼睇喚醒毛囊。如果嗰個位已經寸草不生，就直接植髮，再用頭皮護理延長佢嘅使用週期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同你講下點解城市人會咁早甩頭髮。留言脫髮自救，教你點樣免費做頭皮檢測。